代替产业工会伫咧2017年的过年期间，有发起依法放假行动，落尾所有337个人去予记告处分。工会去甲劳动部申请不当劳动行为裁决，所予驳回，所以搁再申请行政诉讼的救济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判决，工会是部分胜诉，认定代替不当劳动，劳动部嘛应该要有适当的救济措施。 因为补办资方排班的方式无合理，代替产业工会伫2017年发起固定假日依法休假，伫29年前4天通知资方，伫固定假日依法无出勤，结果事后有337个人互人处分，连带影响到迄年的考绩甲奖金。工会向劳动部提不当劳动行政裁决，互人驳回，所来提行政诉讼救济。 经过7年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经一审判决，合议庭认为雇主无伫一定的合理期间，事先征求劳工个人的同意，都预先甲劳工排入去休假日应该上班的班表，再个认为劳工无另外请假，安尼都是旷职，无符合劳基法所定的最低标准。专案是还会当上诉。行政法院认为说我们。 当时所做的那个依法休假嘛，是等于说是国定假日的休假权要回到劳工本身的同意，等于说个人同意权的部分。然后不该是台铁说的那样，就是你只要是预排班表，或者是你只要是一个惯例，你就必须一直遵守。代替产业工会认为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认定，代替是不当劳动。未来代替若是连续假日，拢应该大概调查员工的意愿，袂使搁预设固定假日一定都要出勤，应该爱互固定假日出勤的劳工更较好的待遇。对这个判决，劳动部回应，还未收到通知。先告而已嘛，哈。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判决书，那我们可能要等收到判决书以后，我们再看判决的那个理由是什么，我们才决定后面要怎么来处理这样。我们是关系人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到整个那个收到我们判决的文书之后呢，我们再跟法规单位来做研究。 对合议庭的裁决，劳动部应该依照伊的职权，做成比较较合法、适当的救济命令，约束代替依法改正，恢复劳工的权益。代替表示，即马休假排班拢符合劳基法。针对这个案，因为被告是劳动部代替是关系人，一直收到通知研究后续的对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